跌挫敗，再試多次，開心因你參與。其實你有卡通大明星，我又有個又係卡通大明星嚟㗎。係。Q 太郎算唔算係先？算啊。一齊聽下。好啊，歡迎。我叫做董文妮，我今年6歲。我最中意就係踩單車同埋跳舞。我今日為大家唱嘅歌叫做《Q 太郎》。Q 太奇太妙，日日垂直笑。太奇太妙，望最死亦笑。陽者不說十分笑，默默十分美妙。勤力其實無事忙，明明明在笑。動作古怪11分跳，打法會出意妙。個身個樣似香腸，黏黏就言笑。IQ 雖不算高，也粗啲亂亂。佢似就說我緊要，圖轉雙隻還潑，喊得我好玩到不得了。好嘢，唔該晒。哇，佢唱得 Q 太郎好斯文啊！精唔精彩啊？精彩，好精彩嘅。哇，你咁興奮嘅？係啊。咁啊，各位小朋友，咁你哋都想嚟參加有你有廣場㗎，只要填到香港電視嘅表格寄翻嚟俾我哋就得㗎啦。冇錯啦，等緊你哋嘅來信㗎。咁今日嘅有你有我廣場時間又差唔多啦，等下一個禮拜先同大家見面啦喎，拜拜。